明明美聯儲仲嗌住話要高息維持更長時間，甚至9月隨時重啟加息，點解香港各大銀行嘅港元定存利率反而不升反跌，默默蒸發都得返2厘幾至3厘，逼到打工仔要問放錢喺銀行做定存係咪等於真係親手將資產送俾通脹蠶食？你記唔記得前2年，即係2024年同2025年嗰陣，銀行定期存款係一個點樣嘅世界？嗰陣時，只要你手頭有閒錢，擺入銀行做1年定存，隨便都拎到4厘半、5厘，甚至更高嘅利息。100萬港元擺1年，乜都唔使做，淨收5萬蚊利息。嗰陣時嘅打工仔個個都話擺定存好過返工，最少錢搵錢，唔使勞心勞力。但係踏入2026年，特別係今年8月，成個畫面完全反轉咗。你打開銀行嘅手機應用程序睇下，渣打銀行1年期港元定存息率最高上調到3厘1，中人香港特選客戶12個月港元定存有3厘，齊豐更加狠，6個月嘅港元定存息率由2厘4降至2厘1，大中銀行港元定期存款年利率低至 0.125 厘，就算係比較進取嘅中小型銀行，情況都唔好得幾多。信盈國際6個月港元存息有3厘3，華僑銀行紅富理財號號經分行以10萬元或以上全新資金開立12個月港元定存，可享3.2厘。頭去年呢度，富邦銀行把港元新資金定存下加收回多款3.1厘優惠，目前最高年利率為2厘95，首現有資金定存起存門檻由50萬元調高至100萬元。自由銀行近日把10個月港元定存由3.1厘減至2.9厘 ，Livy Bank 把3個月港元定存由3厘減至2厘65，目前最高只是6個月存持嘅2厘8。表面睇，市場上仲有所謂3厘軍團，但你要睇清楚，呢啲高息絕大部分都係有附帶條件嘅，要做新客戶，要開投資戶口，要擺特定金額，要符合指定要求。平安數字銀行近日推出新優惠，全新客戶開立12個月港元定存起，存額要達100萬元，年利率先至有3厘45。南洋商業銀行嘅3年期港元定存年利率為 3.05 厘，只限電子渠道新資金。Mox Bank 嘅2年期定存要50萬元，新資金起存，年利率先至有 3.1 厘。對於一般嘅現有客戶，一般嘅打工仔嚟講，你嘅12個月港元定存息率其實已經跌到得返2厘8至3厘1呢個水平，呢個就係今日嘅現實。美聯儲嘅基準利率仲企喺 3.5 厘至 3.75 厘。美國聯儲局今年已經連續第4次宣布維持利率不變。路透社訪問嘅104位經濟學家入面，有94位預計9月會維持利率不變，有104位經濟學家入面嘅80位預計美聯儲將喺2026年全年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喺 3.5 厘至 3.75 厘區間不變。不過，美聯儲同步發布嘅經濟預測資料顯示，官員對2026年聯邦基金利率預測嘅中值從3月嘅 3.4 厘提高至 3.8 厘。呢個意味住美聯儲官員預期今年會實施加息操作，市場上曾經高度壓住聯儲局會喺9月加息，但最新嘅數據顯示呢個可能性已經有所降溫。就算9月唔加，聯儲局嘅利率水平依然維持喺 3.5 厘以上嘅高位。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後，仲要不斷強調要堅定維護2%嘅通脹目標，甚至用咗不惜一切代價呢種極具分量嘅措辭。但香港呢？香港嘅銀行竟然喺呢個時候
逆向減息，1個月嘅港元銀行同業拆息報2.55厘左右，3個月嘅拆息報2.89厘。銀行體系總結餘維持喺大約539至540億港元。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指出，香港銀行體系資本充足比率超過20%，主要銀行嘅平均流動性覆蓋比率超過160%，高於國際標準。截至2026年4月底，本港銀行總存款額約19.9萬億港元。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拆解嘅最大矛盾。美息高企，點解港息反而跌？講到呢度，如果你都想同我一齊用最透徹嘅視覺睇清香港經濟同你個人財富最真實嘅底牌，唔想做最後一個知真相嘅人，記得即刻訂閱我哋頻道，講經透視，順手撳埋個鐘仔，一齊揾出保護你資產嘅方法。要拆解呢個矛盾，首先你要明白銀行嘅生意邏輯。銀行嘅核心業務就係吸存款、放貸款、食息差。以前銀行願意俾高息吸定存，因為佢哋可以將呢啲資金以更高嘅息借出去賺取差價。但而家嘅問題係，香港嘅借貸需求雖然有復甦非跡象，但整體仍然疲弱。金管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行1年化貸款率淨升12.9%，渣打香港上半年貸款按年大幅增長12%，星展香港上半年貸款按年有4%增長，預期全年增長約2%至4%。中信銀行國際預計今年貸款增長能露雙位數增長，但你要睇清楚呢啲數字嘅背後貸款增長主要集中喺邊度？係出口相關嘅貿易融資，係 AI 相關嘅產業投資，係部分嘅按揭需求。2026年5月新批出按揭貸款金額及宗數創36個月新高，但整體嚟講，傳統嘅零售餐飲、中小企借貸需求仍然疲弱。成個香港有接近36萬間中小企，覆蓋零售、餐飲、服務業等多個領域。但呢啲中小企而家面對嘅係咩？係消費模式轉變，係營商環境困難，係生意難做。佢哋唔單止唔敢借錢擴張，仲要諗辦法減債慳息。物業市場方面，雖然第二季交投量較上一季顯著上升19%，係14年嚟最高嘅季度水平，但整體成交依然未回到疫情前嘅活躍水平。發展商唔敢大舉借錢起樓，因為唔知賣唔賣得出；買家唔敢大舉借錢買樓，因為供樓壓力大，前景唔明朗。成個按揭市場嘅貸款增長雖然有起色，但仍然慢過歷史平均。更重要嘅係，銀行手頭上嘅頭寸非常充裕，總存款額超過19.9萬億。港元銀行體系嘅資本充足比率超過20%，流動性覆蓋比率超過160%。銀行根本唔缺錢，佢哋嘅問題係有太多錢擺喺度借唔出去。既然借唔出去，銀行點解要繼續用高息去搶存款？佢哋當然會選擇降低定存利息，節省資金成本。呢個就係港元定存利率下跌嘅最直接原因。供過於求，銀行唔需要你筆錢，佢哋甚至唔想你擺太多錢入嚟，因為擺入嚟，佢哋都要俾利息你。仲有一點更加微妙嘅，就係銀行體系總結餘嘅作用。雖然總結餘維持喺大約540億嘅偏低水平，但呢個數字並唔代表銀行缺水。總結餘只係銀行喺金管局嘅結算戶口餘額，反映嘅係銀行體系嘅流動性狀況。當銀行缺乏實體貸款出路嘅時候，佢哋情願將多餘嘅港元頭寸擺喺隔夜拆息市場，賺取微利，都唔願意用高息去吸納更多嘅定期存款，因為吸咗存款返嚟，佢哋都唔知點樣將呢啲錢貸出去。
有分析指出，如果金管局喺目前嘅銀行體系總結餘水平下入市干預，隔夜資金成本可能大幅上升。但根據香港銀行體系嘅結構性特點，隔夜拆息可能只會短暫急升。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銀行可以咁安心咁降低定存利息。佢哋知道就算有資金壓力，都只係短暫嘅事。呢個就係一個典型嘅資金泛濫、缺乏出路嘅困局。銀行唔係冇錢，而係有錢冇地方放。結果就係銀行一齊降低定存利息，迫使資金流出銀行體系。但呢個迫使資金流出銀行嘅動作，其實仲有一個更深層嘅目的。你諗下，當銀行將定存利息由5厘降到2厘8，你仲會唔會滿足於將所有錢擺喺銀行？當然唔會，你會開始周圍揾其他投資機會，可能會去買股票，可能會去買債券，可能會去買樓。呢個就係銀行同政府嘅如意算盤，透過降低存款利息，迫使資金流入其他資產市場，去支撐低迷嘅樓市股市，或者去認購政府發行嘅債券。銀色債券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2026年嘅第11批銀色債券，保證回報率高達 4.25 厘。呢個回報率遠勝港元定期存款。銀債只限60歲或以上長者，認購每半年派息一次，總共3年期。3年期嘅收息產品有呢個水平，比銀行定存要高出超過1厘。政府透過發行高息銀債吸引資金，由銀行定存流入債券市場，為政府嘅財政開支提供資金。換句話講，你以為將錢擺喺銀行定期最安全，但喺銀行逆向減息嘅操作下，你嘅定存利息其實正在俾銀行生生蒸發，而呢啲被蒸發嘅利息，正正就係銀行同政府用嚟逼你資金重新配置嘅工具。講到呢度，我哋嚟同你計一筆實數。假設你有100萬港元嘅儲蓄，呢筆錢可能係你同你伴侶儲咗10年8年嘅心血。2024年，當銀行定存利率有5厘嘅時候，你將呢100萬擺入1年期定存，1年之後你可以穩收5萬港元利息。5萬蚊對於一個普通打工仔家庭嚟講，可能係幾個月嘅生活費，可能係一次旅行嘅費用，可能係仔女嘅補習費。但係2026年8月，當銀行將1年期定存利率降到2厘8嘅時候，你同100萬擺1年，利息只係得返25,800港元。如果你擺喺早豐6個月定存得2厘，1年嘅利息更加只係得21,000。如果你係一般客戶，唔係咩特選理財客戶，你嘅息率可能仲要再低啲，5萬變28,000，1年之內你嘅被動收入被銀行生生蒸發咗22,000港元，接近一半，28,000蚊。喺今日嘅香港可以做咩？交幾個月租金，買幾個月餸，交幾期水電煤，定係去一次短線旅行？以前5萬蚊利息可以做到嘅嘢，而家28,000已經做唔到，仲要諗多一層。如果你將筆錢擺喺銀行做3年定存，而利息由5厘跌到2厘，83年嘅總利息收入由15萬跌到84000，蒸發咗66000，即係你1年嘅強積金供款加公司供款嘅總和，3年之間乜都冇做過，你嘅利息收入就唔見咗1年嘅退休供款。呢個就係名義利率同實質利率嘅分別。名義上你仲有2厘8嘅利息收入，但你要知道，香港政府已經將2026年嘅基本通脹率預測維持喺 2.5%， 整體通脹率預測維持喺 2.6%。2026年第二季嘅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咗 1.7%，
整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1.9%， 5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按年上升 2%， 6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按年上升 2%。 雖然通脹溫和，但佢依然喺度蠶食緊你嘅購買力。2.8%嘅名義，利息減去 2.5% 嘅通脹率，你嘅實質回報其實只係得 0.3 厘。即係話你擺100萬喺銀行，一年名義上賺咗28000，但因為通脹嘅關係，你嘅購買力只係增加咗3000蚊。如果你擺嘅係沙豐嗰2.1厘，你嘅實質回報係負數，你嘅購買力其實喺度縮水。仲要記住，呢個只係官方公布嘅通脹率。如果你經常去超市買餸、去茶餐廳食飯、搭車返工，你感受到嘅實際通脹可能遠遠高過呢個數，因為食品、交通、能源呢啲日常生活必需品嘅價格升幅往往高過整體通脹率。6月份電力、燃氣及水嘅價格按年升咗 9.2%， 交通費用升咗 5.3%， 呢啲正正係你每個月都要俾嘅錢。換句話講，你以為將錢擺喺銀行定期係最安全、最穩陣嘅做法，但喺銀行減息同通脹嘅雙重夾擊下，你嘅定存其實正在默默蒸發。你嘅錢名義上喺度增加，但實質上你嘅購買力喺度下降。仲有一個更加無禮嘅事實，前2年5厘高息嘅時候，你嘅100萬可以每年產生5萬蚊嘅現金流。呢5萬蚊可以幫補你嘅日常開支，可以幫你對抗通脹。但而家利息跌到2.8厘，你嘅現金流只得返28000。呢個差距就係你實實在在嘅損失。而銀行呢？銀行將你嘅定存利息由5厘降到2.8厘，佢慳咗22,000蚊嘅利息支出。呢22,000蚊去咗邊？去咗銀行嘅利潤入面。你嘅損失就係銀行嘅收益。呢個就係一個無聲嘅財富轉移，由存戶轉移俾銀行。有部分銀行仲要加息應對銀債，例如信銀國際把12個月年利率加至 3.08 厘，創興銀行把3個月現有資金加至2.8厘。但呢啲加息只係短暫嘅市場反應，整體趨勢依然係向下。8月份全州共有10間港銀調整定存息，其中2間加息，8間減息。減息嘅銀行遠遠多過加息嘅銀行。信研國際為縮3個月 0.05 厘至2厘，85大仙更低3個月及半年 0.1 厘，富榮8月開股更低3個月 0.1 厘至2厘七。呢個趨勢話俾我哋聽，銀行減息唔係個別事件，而係一個行業性嘅集體行動。喺呢度，我想問下大家，你哋嗰個銀行定期戶口最近有冇俾銀行大幅減息？你哋又會唔會選擇將資金轉做美元定存，定係有其他更保值嘅避險策略？歡迎喺留言區一齊傾下。好啦，講完呢個殘酷嘅現實，你可能會問，咁我應該點做好？首先，你要認清一個大局，定存躺平嘅黃金時代已經正式結束。前2年5厘高息嘅日子，短期內唔會再返嚟。只要你繼續將所有財富死死壓住喺單一嘅港元定存入面，你嘅購買力就會繼續俾通脹同銀行減息蠶食。咁有咩可以做？第一，如果你依然偏好定存，適度考慮美元定期存款。你睇下而家嘅息差，1年期美元定存息率最高可以去到 4.1 厘。華僑銀行1年期美元定存有 4.1 厘，交人香港加半年 0.15 厘至 3.85 厘。6個月美元定存年利率亦高達4厘。港元1年定存只係得2厘，8至3厘1，但美元1年定存可以去到4厘，甚至4.1厘。呢個息差大約係1厘至1厘3，
如果你本身有美金需求，或者你願意承受匯率風險，將部分港元轉做美元定存，可以實時提升你嘅收益。但你要留意匯率風險。港元同美金雖然係聯繫匯率，但美元對其他貨幣嘅匯率波動會影響你最終換返港元嘅實際收益。呢個唔係一個零風險嘅操作，而係一個需要你認真衡量嘅選擇。第二，考慮認購銀色債券。如果你係60歲或以上嘅長者，或者你家中有長者，可以幫手研究銀色債券嘅 4.25 厘，保證回報遠遠高過銀行定存。銀債每半年派息一次，息率與本地通脹掛鈎，並保證不受於 4.25 厘3年期嘅收息產品。有呢個水平，比銀行定存要高出超過1厘。雖然銀債可派手數有限，一人可能最多只有15至20手，即15萬元至20萬元。但對於追求穩定收益嘅退休人士嚟講，銀債仍然係一個比定存更優勝嘅選擇。第三，佈局高股息與全球防守性資產。如果你唔想承受匯率風險，亦都唔符合銀債資格，可以考慮將部分資金轉向收費低、分散度高嘅全球高股息基金或者本地公用股。呢啲資產嘅共同特點係提供相對穩定嘅現金流，而且佢哋嘅回報往往同通脹有某種程度嘅掛鈎。本地公用股方面，中電、港燈、煤氣呢啲傳統公用事業股，佢哋嘅業務穩定，現金流強勁，派息政策相對穩定。雖然股價會有波動，但長期持有嘅股息回報往往可以跑贏通脹同銀行定存。當然，買股票涉及嘅風險遠高過定存，你需要有足夠嘅風險承受能力同投資知識。第四，合理配置實物黃金，呢個係一個更加根本嘅避險策略。黃金嘅價值唔會因為銀行減息而消失，唔會因為通脹上升而貶值。喺一個全球貨幣體系持續動盪、主權信用貨幣面臨挑戰嘅時代，黃金就係你確認財富嘅最後保險絲。你唔需要買好多，但你嘅資產組合入面一定要有一啲同任何主權信用都無關嘅硬資產。第五，保留足夠嘅現金流動性。雖然定存利息低咗，就係咁一個人，但你唔應該將所有錢都鎖死喺長年期嘅定存入面。你應該保留一部分可以隨時調動嘅資金，以應對突發嘅個人急需或者投資機會。當市場出現恐慌性拋售、優質資產被賤賣嘅時候，手握現金嘅人就係贏家。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我係咪應該將所有錢都拎走，唔再擺喺銀行？當然唔係，銀行定存依然有佢嘅價值，佢係最安全、最冇風險嘅儲蓄工具。但你要明白，安全嘅代價就係低回報。你唔應該再期望定存可以幫你對抗通脹，幫你累積財富。佢嘅角色已經由財富增值工具變成財富保存工具。仲有一點值得留意嘅係，香港經濟其實並唔差。2026年上半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 5.1%， 係近5年來最強勁嘅半年度表現。政府將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預測向上修訂至 3.5% 至 4.5%， 受惠於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殷切。整體貨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實質急升 28.9%， 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實質穩健上升 2.8%， 連續第5個季度擴張，失業率維持喺 3.7%， 經濟好，但銀行減息，呢個矛盾正正說明咗銀行減息唔係因為經濟差，而係因為銀行嘅資金太多，貸款出路太少。銀行體系總存款額接近20萬億，但貸款增長只係單位數，
呢個資金氾濫嘅局面，短期內唔會有根本性嘅改變。2026年嘅銀行定存故事就係一個活生生嘅教訓。美聯儲維持高息，但香港銀行逆向減息，名義利率跌到2厘8，實質利率接近零。你嘅被動收入被銀行生生蒸發咗一半。呢個唔係一個短暫嘅現象，而係一個結構性嘅轉變。香港銀行業嘅資金過剩借貸需求相對疲弱，將會持續一段頗長嘅時間。而你作為一個普通嘅打工仔，一個普通嘅存戶，你只有2個選擇：一係接受現實，繼續將錢擺喺銀行，接受低息同購買力被蠶食嘅命運；二係主動出擊，學習新嘅理財知識，將資金配置到更能夠對抗通脹、更能夠產生穩定現金流嘅資產類別入面。呢個選擇將會決定你10年後、20年後退休嗰陣，究竟係可以安享晚年，定係要繼續為2餐奔波？聽完我呢番分析，相信大家對美息高企，但港元定存大跌背後嘅殘酷真相，有咗最清醒、最實事求是嘅認識。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數幫到你睇清前路，保護到你同家人嘅辛苦錢，請幫手俾個讚，同埋分享俾身邊關心財富安全嘅朋友。仲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埋個鐘仔，我哋一齊用最透徹嘅視角睇清香港經濟同你個人財富嘅底層邏輯。我哋下次再傾。